信息第19首，信息第19首，为着美丽地面吼，为着美丽地面啊，伫即条信息是一首讲阮学老的诗歌，吼，学老的诗歌是邀请咱每一个人来看咱周围的世界，吼，咱会使看出来，咱确实爱学老主，吼，来，咱请听大一届。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爱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罪声乌鲁称呼你尊名。来，咱第一节来唱一届，来。为着美丽的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罪声乌鲁称呼你尊名。第二节。为着大事的经历，无论你水无边，山水花马好公天，你的真心就更美。天父上帝，阮罪声乌鲁称呼你尊名。第三节。为着你望的福气，为着信心的欢喜，使阮无怨通去想，有声有影的稳坐。天父上帝，阮罪声乌鲁称呼你尊名。第四节。为着阮的家庭，兄弟姊妹的友情，天地地祝福朋友，阮心看顾顾温柔。天父上帝，阮罪声乌鲁称呼你尊名。这首信息的后面一句拢是天父上帝，阮罪声乌鲁称呼你尊名。吼，来其中有一个第三节吼，第三节这个所在头一句话叫做啥？为着年目，毋是耳仔。咱一般讲耳仔，我就去查看迄个咱的迄个教育部的词典，到底咱拢讲耳仔吼，但是有人讲年。我想几步，对，有一个咱伫食的物件叫做蒙面，嘛是迄个面吼，所以我知即条伊读做面吼，所以说为着年目的福气，所以咱等下较领唱的时候较注意即个所在。来，过来，咱来团练信息303首，主我要学罗你。这首信息，嘛是大家拢真熟的一首信息，咱请轻弹一下。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后来，咱来唱一届。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我要。
着。主，我真心听你，真心真意，我的不用你奇妙的原理，为了你生命。主，我真心听你，真心。真心真意，为你们找到人生的美路，哈利路亚。伫今仔日礼拜中，题目书要用节圣经节，甲咱三个分享，咱就要存着感谢、感恩的心。存着感恩的心来学罗主，所以希望伫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共款，咱爱服侍主，真心真意来找着咱人生的喜乐。咱准备先来今仔日的做礼拜。这平安今仔日是台湾省同庆主日，同庆地下伫咱关心吼，要安静，同心来敬拜上。
自爱，伊生命较好。我的喙唇要学落你，我要活的时要安尼学落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的心情要把足不顺，我也要用欢喜的喙唇学落你，啊，甲会学落上高手，高手，来起哩。是用书读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伊在圣母玛利亚出世，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并受电死，埋葬罗永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并打坐下。要对我来审判活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被赦免，被国外永远hòa命。请坐，大家用经文来5篇来应答上帝的话。经文先死后面。我的心啊！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你人满足。
罪挂，激发咱天离开地还，当离开西有偌远，后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呢，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不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才会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趁上帝的话，应当称赞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伊掌权各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情啊，称赞上主，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创造万物的主宰，我要唱歌学罗主上帝，称赞拯救阮的保护者，要用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也要对你唱欢喜的歌，因为主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来啊，咱着鞠躬敬拜，拜创造主上帝，煞对主上帝唱新的歌，对万国宣扬的大大荣耀。当阮的脚踏入你的实际面，将阮即礼拜以来在阮全身躯、心神所拄着、所感受到的欢喜，也是悲伤。画伫阮身躯顶所有的重担，都是快乐，也就是真实和温暖，阮拢带来到上主宝座前。我要献上感谢，献上全然顺服的信心，以及圣洁敬畏心志，就要来条件你的面，听你的笛声甲启示，应候你渐渐引线。细致来听你的呼召，感受圣神对阮。亲爱的主啊，你有丰盛的慈爱甲怜悯，总是无论阮安怎努力克己，阮家己实在无可能赢过罪恶的苦目。常常，阮所意爱好，阮无去；阮所毋爱歹，阮转去。阮知家己的过失，阮拢得了你。有你撤销阮一切罪，阮清气；有你，阮创造顺心，阮无论伫什么境遇，阮的心灵拢愿意。记得实在真紧，2025年已经7个礼拜，渐渐，阮回想已经过去4个礼拜，到底做了甚物，过了安怎？敢有达到所设定了咧？咱的教会嘛，咱做伙来想，这教已经150年，咱的教会，阮过了啥？所剩的7个礼拜，就怎样搁较积极，就来完成都设定了，过来新的一年，咱要做伙来完成什么事情？什么可能会当留伫书中的记录咧？求主上帝帮助阮，使咱顺服的心合一心，以用新的眼光，单单注目，搁仰望主上带领中忍受所领受每一个水的日子，感恩主上帝所赏赐，阮无相款的恩赐，存合一心，
手牵手，一步一步军队步行。今日台湾新人医奉献主日，我要特别恳求主上帝因带祝福伫学院当事会以下教职员学生学习全生涯奉献过程中，享受智慧甲勇气，灵巧甲温柔心。即个极端变化的时代，坚持宣扬你真理的话，搁较侪人归向你、分缀你，以来我。恳求圣神来伫阮的中间，透过主所传达圣经的话，阮得到反省，也得到激励，阮诚心上的祈祷，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请祈祷祈讲。
做伙来中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章10到19节，加福音章10到19节。一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去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入一个乡舍的时，大卫太古的拄着伊，在徛，出声讲：耶稣先生，因命阮。耶稣看见，甲因讲：恁去，将本身互祭司验。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其中一人看见家己挺好，就倒转来大声呼噜上帝，趴落伫耶稣的骹前，感谢伊。迄人是撒玛利亚。耶稣应讲：10人减无拢得到清气嘛？迄9个伫倒落？迄个别族的人以外，还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嘛？甲迄人讲：起来，做你去，你的神救你。讲道请伫印尼，也是感恩的心。大家平安。每一摆啦，到伫上山教会，头一个就是都爱甲圣歌队讲感谢、努力。真水的诗歌，带咱敬拜。毋然呢，咱来做礼拜，伊就真大，通过吟诗、学乐、祈祷、读上帝的话，咱存感恩的心，大家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伫无完全的中间，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特别徛起伫台湾这个岛屿。我知，虽然伫世间的日子崎岖坎坷，甚至天气变化无常，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伫做因为无共款的政党。无共款的理念，常常阮有冲突，致到百姓的经济生活受到扰乱。主你，互阮搁一摆，特别伫11月感恩的节期，阮体会，若毋是上帝你的疼，上帝你的扶持，阮袂通到伫今日。愿阮会哪久哪听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事实上，台湾新南医的纪念日伫11月，足无适当，是安怎足无适当？普通北部咱拢是第一礼拜、第二礼拜，做是咱上山教会排第3礼拜。那第3礼拜、第4礼拜，差不多拢伫中南部。若要拜中南部的教会，阮拢拄着阻挡。为什么？阮家己讲道就好啦，因为感恩节到无法度，互恁来无关。我看咱的周报，后礼拜就是感恩节，好佳哉早伫头前啦，若伫后壁真无钱啊呢。你就知影，感恩节对教会足要紧。毋过检早你要讲，迄美国人的啦，甲咱台湾人无关系。我会记哩，我去一间教会牧会，敢若因无感恩节，过去拢是新春清社礼拜，旧个年啦。所以我11月，我知影因的教会无欢喜。11月开始第1礼拜，我一直唱。今年11月第几礼拜，咱要做感恩节特别礼拜，
请你准备心奉献给上帝。啊，我迄天的礼拜足趣味，我有特别甲讲，伫迄个周报内面，我有夹一个感恩节的特别奉献地。咱的教会敢若真罕去夹迄个地啊，我有甲夹迄个地啊。礼拜讲道要要结束，讲即个时阵，请你今年要奉献给上帝的感恩，请摕来头前奉献。头一摆，我一个盘仔钱以圣诞刀遐摕起来，摕一个盘仔钱徛伫遐。唯有无啥准备，因为头一摆碰到，头一个出来写无事呢，你知影？阮后生，阮查某囝，这拢家己的人，当因爸因翁有一部安尼吼，感恩节奉献，摕出来放喺顶悬。接续我看有个人开始摕笔咧写，有个人开始咧录字啊，出来。啊，因甲我讲，事情你直单，就伫遐。你知影我第一年，100个做礼拜，我收差不多35封，无到一半。感谢，俄罗上帝，献上感谢。第二年哦，不一样啊，大家当牧师会变即出来安尼吼。大家拢有准备啊！差不多60-70个，一半以上2/3拢出来，包括囡仔，带倒来献给上帝，摕来献。歹势啊！迄礼拜我收2摆奉献，因为迄是感恩节的奉献，搁有一个礼拜现金的奉献，你袂使2个就甲落做伙啊！所以收2摆奉献，小学人讲，老师啊，我第一摆参加做礼拜有收2摆奉献，我讲我无甲你收3摆，你就偷笑啊！感恩不管是都会使感恩。咱若看头拄仔这段圣经节，足熟，路加17章，这个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的交界，进入一个乡舍，10个太高边的对面来，就一远徛咧，内面讲耶稣先知可能我，看见就对因讲，将先知将恁的身躯去互祭司验，因去的时阵就清去。其中一个倒来甲耶稣说多谢。耶稣竟然甲伊问讲：清气的敢是10个，去9个一道路？除了这个外族撒玛利亚人，敢无人倒来归荣光上帝？1万年久，咱剩个半月，拄仔今年长老就讲，今年要搁过去，足紧！你有把你所出的日子。咧过感恩的生活，无遗憾啊无？大家拢也共款，透早起来起床准备食饭上班上课逐工的生活就是安尼啊。我问青年人，恁啥物上无继续性？北京有讲恒心。伊讲写日记，写日记啊！伊讲上无形式，有啦，若送伊一本日记啥物时阵上爱写？正月初一开始会写，佮写 A4 一张，落长。第2天剩2/3，到第5天跟昨天一样，点。所以若写有1礼拜，真够啊！所以每一摆的日子拢头前差不多几页尔，后壁拢无页，咱无咧继续写。请问，今年咱安尼得要过去啊？
后礼拜感恩节，感恩节一个过了，就进入抬杠节。4礼拜了后，耶子救主圣诞，2025年的救主圣诞，1万年久，咱要结束。所以你要安怎伫遐知恩、感恩、报恩，并献上感恩？北京有讲谢谢你，你谢什么啦？文明的社会上听见即句话，谢谢。即摆我足计较，我就去迄个小区 7-11，啊，买物件买了结账，阿姨就伫遐结了，摕统一发票互我，我摕了，我甲讲一句话，罗兰。迄个小姐目睭偌大蕊，连问隔壁讲，他讲什么？罗拉听无啦，听无啦。所以哦，咱台湾话足水呢。你才拄仔咱咧吟迄首19首的圣诗，年目木年，我这咱头拄仔咧教我，伊佫会晓讲，这健康。咱要怎甲读做年？这是年比好科，耳比好科，所以哦，迄字袂晓读啦。所以你甲看，罗兰，咱台湾话足水。我去一间教会讲道，我的题目肉体的歌，师会长老，我毋是讲你哦。师会长老头到尾甲我读肉体的歌煞礼拜煞，个人跳翻来甲我问，牧师我讲肉体敢有毋对？足水个，甲迄个我来问牧师讲，我敢有读毋对？我讲无毋对。伊佫甲我譬如呢，食肉，食肉咧，伊也肉体咧。我讲较无文雅，咱都有读圣经肉体的歌啊，你若袂读肉体的歌啊，我就惯势啊，拢从细汉都安尼教，当迄字都爱读做好音字，单位都做位。伊佫甲我譬如呢，佫甲我问讲，老师。咱拢讲西门町啊，讲对啊，你袂讲西门町啊。你讲食西瓜啊，你袂讲食西瓜啊。所以台湾话足趣味，有遮个无共款的音。若讲到这，我就爱笑。我毕业派去高雄小教，南部的语言甲咱北部无啥共款，咱足计较。咱看到人遐咧卖迄落托马豆，我讲，头家娘，托马豆一般我叫几包，我拢无，比我较晚来的人拢开始咧食，我足气的。你看阮台北人看无起的款安尼。我讲头家娘，我甲你叫几包，你若无，你要食啥？食托马豆？我都无咧卖托马豆，我无迄啥，要做。无共款语言啦，毋若敢若臭气啊！佫甲你讲甘仔面，听无啊？你讲托马豆，听无啊？佫煞来行过来了，无代无志，佫摕一盘运料互我啦。南部食托马豆，佫都爱运的，咱都毋捌你。我这要做啥？这要互你运的，无共款。咱定定伫无共款台湾头、台湾尾，咱的生活有足多，咱定定去帮助日常生活，咱安怎伫遐咧存？咱讲感恩、多力、多谢。这21月，这个感恩的节气，过去、现在、未来，咧展望新的一年头前的路途。回想过去，
那阮遮个年纪较大个哦，见讲拢讲过去。即阵哦，阮的孙仔会甲我吐槽。那以前阮做囡仔拢毋敢安尼，我会记咧甲阮孙仔咧讲话，咧讲迄个故事。迄个查甫孙甲我印象，阿公，这个你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哎哟，见讲拢讲过，就干来了讲这尔哩。较讲啦讲白雪公主尔，所以变做讲，咱咧讲过去，现在有时来甲会友，甚至咱来甲迄个咱的遮个同事咱的同乡甚至咱亲戚，咱来讲，向东西对啦，拢过去。现在，现在，你活伫今仔日即个时阵。免怎去展望迄个未来？通过今早起的经文，咱大家咧想即位倒转来感谢病受医好，即个泰国病受医好的撒玛利亚人，存感恩的心。头一项，长麻风病的人，真注意麻风病，听无？我听无啊，什么做麻风病？我规甲你讲到明，泰国病啦，安尼听有啊啦。泰国吼，你台湾话偌水的了。泰国病，这会传染呢。泰国病哇，会惊。做保持距离，当时做麻风病。台湾差不多即阵无即种病。你若去北里，8千多个，搁入去遐有一个高山，地人树宣教师。要有一个也一个乐山园疗养院，以前我做疗养院，即阵无啊，即阵拢咧收迄个重大迄个个病人，特别是迄个有问题重大疾病迄个地缘较低社会局的拜托因去收遮。种麻风病顶有无？伊叫做泰国病。当时圣经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即种病主要隔离，袂当甲亲人朋友带做伙，都爱互赶出城外，无就是城内，所以互社会大众气煞，咱讲边缘的人。你会记咱伫疫情的期间，请问有得到 COVID-19 的人请举手？我放落来，遐无举手的拢足后的，我来讲。你毋知拍几10针嘛？拢百毒不侵。对，迄个时阵拢安怎？帮着拢问讲，你打几针了？你几条线了？对哦，会隔离，乖乖啊！你都我都甲人做伙生活。迄个时阵哦，我甲你讲啦，你无带退烟，你干那拍一个加上我，大家走干那咧飞。所以你甲注意讲，伫即种的下面，请问，迄阵你若钓着2条线，你共讲，无人咧甲你信道，管你几条线啦，管你几条线，若免隔离。所以当时的麻风病就是需要讲隔离，我带伫城外，我都甲城内亲人朋友做伙生活，内心孤单寂寞。无愿望，等候死亡。换一句来讲，等死啦。这人生差不多绝望啊啦！信仰的顶面，你我罪恶中无听咱上帝话，违背上帝旨意，共款伫心灵上，咱敢若死。阮做牧师的，阮常常问会友讲：你偌久无来做礼拜啊？敢若3个月啊咧。敢若3个月还袂歹啦！我望着一个会友甲印象，我一年拢来做3摆，你来做3摆。新春圣诞礼拜我会来，中母亲节我会来，最后圣诞节主餐我搁来，有头有中，搁有尾。伊搁敢安尼甲我应呢？我讲你见耶稣上帝时，你敢安尼应？你什么做？你倒位会友？上山教会会友？你做礼拜几摆？3摆。我
讲我有够大声呢？就有影的姊妹，圣经的顶面，咱有当时啊，无听咱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旨意，心灵上咱敢若死去，浪费上帝白白恩典。请问这个疫情的中间，咱的态度怎？受苦、埋怨或者感恩？这个时阵哦，差不多，大家若钓着，走翻来背，佫会惊，佫会传染，所以有时会埋怨。啊，我现在我哪会钓到这？我会记得迄段时间哦，连做礼拜都袂当呢，所以都爱伫山顶。啊，问题出来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疫情结束了后有统计，咱的会友差不多1/10到2/10无转来，然后无转来，还是留在线上。因为啊，我去教会讲道，逐所在咧讲道时，我问讲啊，你那个有线顶哦？咱教会敢若哪个有线顶咧直播？伊讲啊，佫有线顶哦，我啊，拄遐会无来吼。所以就喺线顶互因做礼拜。老实讲啊，因伫线顶就无咧做礼拜。我会记得伫一间教会讲道，礼拜煞，迄个做音控的迄个人甲我讲，牧师，今日做礼拜头到尾，线顶的人拢无落来。我讲你来知影线顶的人拢无落来？伊讲，这个人普通若做礼拜，牧师咧讲道，因就下线。伊就离开啊啦！啊，搁只吼方言搁较免讲，啊后面的事伊搁出来，吼，因为有牧师要祝祷，啊，搁祝祷一个啊结束啊。所以哦，做礼拜是做安尼上线下线。留意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疫情的中间，或者咱的生活内面，你是感恩或者咧埋怨。10个泰国病只有一个，佫是外邦人。当时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真注意哦。当时在撒玛利亚人，互人看无起，犹太人看因看无。总是你较注意，头拄仔耶稣特别讲，要去耶路撒冷，到伫撒加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甚至一个乡下，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所以入来遮有一个值得咱三角思考、深思的一个课题。如果每一个人认捌家己过去无完全软正软弱得罪上帝，是毋是应该更加共同同心协力，挑剔上帝的意志？咱讲生命共同体，为着生存感恩，咱三角组织为着安尼来献上感恩。咱定来讲，咱活伫即个台湾即个汉字啊内面，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无咧分讲你什么人，我什么人，啊你是原住民，我是汉人，啊你是客人，啊你是外省人，无安尼分。生命共同体，咱三角伫遮，三角咧生存，你捌为着生存，或者咱为着感信仰三角主体，咱咧感谢上帝啊无？第二，若钓到泰国病，是10个拢得到称字。耶稣主动加入伫即个乡社，主动加入即个乡社，就加入即个中间。你要去耶路撒冷的时阵，选择去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绝对有伊的特别的意义。无代无志，你着去撒玛利亚，你要去耶路撒冷，着依即条路过倒，你是安怎都爱依绕过才入来，依夜车入来，哎哟，遐头前即条北铁路，遐头前即条大路毋行，你行即条绕过要创啥？有特别的意义，特别的意义的存在。这10个人，你较注意，头咱所读的圣经，大声嚎叫。耶稣先生可怜我，毋是我无清气，毋通照顾我。当时的规定，犯着泰国病，看到有人行入来，一定就要喊：我无清气，请你毋好来，请你毋好来。足可怜的，有着安尼，佫就爱共话讲：你不要来靠近我，你互我传染着，我无负责任。
就像是怎话？遮个人伫城外呢，耶稣超悬就归因住的所在。去到遐，即10个人行过来，看到耶稣去，无甲伊讲我无清气哦。耶稣先生可能源，耶稣先生可能源，把握迄个机会，把因即个机会，当因开始要去互祭司检的时阵，发现因的身躯好。耶稣讲照犹太人的规定，你若犯着太过病，你有清气无清气，你都互祭司验。祭司甲你讲 OK， 伊若甲你断落讲，你会当倒转来到城内住，你会当倒转来恁兜住。发现家己好，毋是到祭司遐较好，是因起行的时阵就好。毋然安尼是10个拢得到医好。上帝请世界人，毋是请，干那请基督徒，免做把现今的机会，伊个 here and now。今日咱处在伫即个时代、即个时阵、现在，你安怎伫遐把时间10000年过去？时间绝对袂回头，时间无可能搁倒转来。今年老实讲，足侪所在，特别台湾，本来是花莲公务乡，无代无志，顶礼拜变做宜兰沙澳。哦，迄种诶，你有较注意哦？迄毋是干那水尔呢，路瓜梅，规个厝田冲落，全安尼。你若甲看迄电视咧访问了看，30年、50年，毋捌当着安尼啦。气候咧变，时间咧变，足侪无咧正常。咱今日还阁有人穿短枪的呢，明仔早起你阁穿短枪的，看嘛咧。明仔早天气就冷啊，听讲北部15度左右，哦，25到15是10度咧哈。所以你甲注意，天气真正咧变。你甲注意讲，伫这时间的中间，你安怎去体会？10000年久就无去。想看觅，你是毋是有把每一个现今的机会献上感恩、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感恩的心。咱拢袂晓唱，咱甚至知影讲我感恩啊，直接要做一个简单的见证。你今日看我一只安尼讲话，敢知你看无啥会出来？我瘦6公斤，安怎瘦你知无？9月1个月中间，我15天住伫病院，佫是共分2摆住病院哦，足计较哦。第一摆住5天，第二摆住9天。2礼拜入2摆病院，胃出血，12指肠溃疡，外高兼痔疮，密密麻麻。第一摆是削肺，第二摆是掰，完全掰开。医生佫甲我交代讲，你随时有第3摆出血，吼，你若要共抢下人，毋是安尼哦。所以19代、8、9代，敢若甲我讲，袂使啉咖啡。我即摆啉咖啡的。我去回诊的时阵，我足计较，我甲问，我讲医生啊，我足爱啉咖啡呢。想一个，甲我印下，要啉做你去啉啊，出血是你啊，也毋是我。要啉做你去啉啊，出血是你啊，毋是我。袂使就袂使，所以我足紧的。我出在伊讲，我泡一个茶，可是我袂使，我连茶也袂使，我滚水。你知影讲，迄个胃12指肠无势溃疡，开始削胃，5天顺利回诊的时阵，第2摆是憋肺是倒伫病院的内面，伫病院当场倒落。医生佫甲我讲，伊都要感谢，你毋是出去外口我倒落的，你是当场伫病院倒落的，
999直接算急诊啦。所以你较做讲，15天伫病院哦，正手、倒手、注射、注啊，我拢种起来。歪高起纸，我会记得我第一顿食着迄落阿梅啊，目屎拢淋出来。本来拢煮迄落大重的尔，开始会使食阿梅啊，无物件哦，敢若拢阿梅啊，食啊欢喜啊。我敢若印象上深，第一摆甲我讲者，明仔载开始你会使食面汤，啊我听无啦，面汤我听无，米汤啦我听无，我讲玉米浓汤哦，伊讲你想得美，你想得美哦，米汤，米汤都是电管迄样白安尼尔啦，敢若暗，啉梅也无暗尔，后来才开始有梅。后来才开始有内面有料，安尼落15天过，足侪牧师、足侪亲人、足侪同工为着我祈祷，感谢，献上感谢。一个牧师甲我开玩笑讲啊，现在你气人啦，你去啊，上帝甲你打回票，你还没有到，时间没到，你再给我回去。我9月、10月前拢停止无讲道。11月我早去甲陈牧师甲咱的长老讲，我讲11月第一礼拜我开始出来讲道，所以上山是第3天，第3礼拜第3天。所以咱讲人的人生哦，什么时阵要破灭唔知啦，免计较啦，你身躯咧外用，36公斤。还一个牧师讲喏，啦，你袂歹咧，你趁6万，我讲趁6万，1公斤1万，我5万。迄肌肉我都倒转来，我怎讲差不多，我倒转来1公斤尔，倒管怎个食，管怎个努力1公斤尔，真瘦落去，批大是缩。以前哦，人即阵都缩到内面去，我做啥，拢瘦落去。第二，骹无力，用走路走较远嘞，骹落去，软骹。较早讲，上帝啊，互你云顶中的一支刺。我即阵定定咧讲，保罗讲我身躯有一支刺，医生甲我讲，你不管是会第3摆出血，所以我即阵是云顶中的感谢。我带着一支刺，上帝搁留你的活命。继续做工，存感恩的心。第3项，献上感恩的你。后礼拜感恩节，所以咱通过这段圣经节，正气的感是10个，迄9个伫倒落，搁食咱咧读的金句，诗篇133篇，读到咱的启文，毋通袂记你伊一切有为，无迄个理所当然啊！理所当然啊！阮爸长老咧，阮爸牧师咧，我第5代基督徒咧，上帝你敢免听我？无迄个理所当然。人常常忘恩搁背义，这段圣经才提到，10个太过病，全部治愈好，只有一个倒转来，毋安尼，搁是撒玛利亚人，外族的人，伊安怎？诚心诚意拍伫耶稣的面前，伫遐感谢上帝。诚做基督徒的我，咱免怎有即种的感受？咱免怎伫遐回应后礼拜感恩节？咱免怎伫遐体会上帝你听我，互阮活伫世间，咱安怎咧回应上帝的听？请问你是毋是常常诚做迄9个？无知恩报恩感恩的人，即其中的一个，或者你是会晓倒转来回应感谢上帝，拍伫耶稣的脚前，即个归荣跟上帝，毋若归荣跟上帝，诚做会感恩献上感恩的人。结论来讲，一个人的一生有过去、现在、甲未来，咱要安怎把握每一个时刻？求上帝的机会，为着过去献上感恩，
为着现在服侍主献上感恩，也为着将来有主的应允来献上感恩，将凡事感恩的人生才袂后悔、袂遗憾，甚至无伫遐见笑。搁一摆拜托关心台湾新南院，我知影咱上山教会为着台湾新南院，拢不管是伫遐关心大道甲奉献支持，愿上帝祝福恁，咱下头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特别伫11月感恩的节期，阮搁一摆通过圣经的话，互阮体会无迄个理所当然，常常会晓知恩感恩，搁报恩，愿阮会哪句哪听你。特别互阮伫生活中间体会上帝你的听，毋若听阮，也听阮的同胞，听阮的四周的人。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咱做伙来读。我的亲戚，你着罗上主，让一地一切，我的亲戚，你着罗上主，让一地一切，啊，甲来吟诗回应上帝，你是。303首，伊是303，来听。奉献，请了随本执事、救我执事，来负责奉献。
济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台湾新人院奉献主日，拜陈彦仁牧师前来讲道请安，谢陈牧师向兄弟关心奉献。点，教育组定伫今日上午10点开办成人自由课程，英文甲新闻3讲，桂祥林牧师主讲，如甲小麻雀，欢迎兄弟踊跃参加。3点，明下晡12点半，要举行建堂委员会，请委员甲顾问加小组甲报消息。中年团契定1月19日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请伊带领甲活动旅游参加套餐。迄关怀，讲会1月1日拜日，1月9日拜六上午9点，发起拜款，请举行告别，后为现甲错误中受关的干务者补充报告介绍。好，伫遮咱有看到咱的周报顶面有即个公报社的即个圣诞歌，所以我家己讨一个即个建本吼，伊生做安尼一个，内底有2块，咱后以后要订的会当去一楼伫遐订。好，即是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为着咱的事工，特别今仔日咱嘛听见台湾神学院的需要，恳求主会当陪伴，也感动兄弟姊妹的心来关心即间学校。吼，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原因，为着大院的遗体圣食节，嘛为着咱厝内有拄着咱亲人离开咱的遮个家庭，吼，为着明道乡的家庭，为着伫故乡的家庭，恳求主安慰因的心，也扶持遮个个别礼拜的事，拢会当真顺利来进行。那么为着其他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小恩节、燕纯、慧玲姐、神武执事、林水长老、美莲姐、怡礼、淑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林友兄、俊晴兄、明月姐、道明兄、明理姐、阿菊姐，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主啊，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你互阮学习，亲像今仔日讲道中间，迄个会晓转来感谢的迄个太高病的病人共款。主伊当伊得到医好，伊转来耶稣的面前献上感谢。主，阮的性命也对黑暗中来得到透放，这是你十字架的光甲拯救，所以阮也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真做是一个时刻感谢学老上帝的人。主，阮伫你的面前也要献上阮的祈祷，阮要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阮做兄弟姊妹身躯欠安，你处理疗养，主恳求你帮赞，互因照着每一天的复健，也是药物治疗帮赞，拢互因会当身躯得到紧紧来医好。也恳求主手术互因厝内的人，互因有体力会当来照顾因的厝内的人。主，阮也要为着大院的圣事来祈祷，恳求你也帮赞安慰伊，扶持伊，也互因甲因厝内的人会当得到安慰。主，恳求你真做伊的帮赞。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原因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伊腹肚内的胎，也恳求你带领阮遮的教会中间有侪侪的青年，因厝里有小儿的，主也恳求你来照顾因、看顾因，互遮的父母有教育的气力，会当来照顾因的囡仔。主，阮也要为着厝里拄着死失的遮个家庭来祈祷。主，阮为着幼春节的家庭，为着公鸡节的家庭来祈祷。主，阮知失去亲人，这是真大的一个痛苦。主，总是主恳求你赏赐你国外的愿望，伫遮兄弟姊妹内心。
互因伫痛苦的中间，也会当看见愿望。也恳求主赏赐互因智慧，伫备办个别礼拜遮的事，也是遮的真侪真重要的事爱办理的事，恳求你照顾因，赏赐因气力。主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扶持阮的教会，无论伫逐样的事工，也是阮备办建堂的事工，恳求主你拢甲阮同在，赏赐互阮同工有智慧，会当缀主你来行。主今仔日阮也听见台湾神学院的需要，恳求你也帮赞伫即个时代，恳求你，互阮兄弟姊妹也会当用金钱、用祈祷来支持神学院。主恳求你来看顾即间学校的需要。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恳求你固守阮的国家。虽然面对真侪危机，总是主恳求你，互阮会当用认捌上大的主来做阮独一的目标，互阮兄弟姊妹会当阮身躯边还未认捌主的人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祈祷。阮看见世界真侪混乱、罪恶伫纵行，主，阮恳求你的怜悯，照着你的公义治理，会当互即个世界恢复亲像你创造的时的美好甲特殊。主，阮也要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帮助阮、带领阮，互阮每一时每一刻会当活出你所以爱的款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信息398首，之后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